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又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14堂。上堂我哋講咗微博熱搜加亞洲社交整合，希望大家已經開咗微博企業號，開始計劃熱搜話題。今日第14堂，我哋講超高階中國生態借鏡 WeChat 小程序加朋友圈廣告，教香港品牌點樣用中國最強社交商務模式實戰。WeChat 微信係中國全生態平台，2025年月活躍用戶超過13.5億，小程序日活躍用戶6億加，小程序電商 GMV 接近人民幣3萬億。朋友圈廣告 Moments Ads 佔 WeChat 廣告收入70%，精準觸達加高轉化。小程序加朋友圈形成閉環，廣告引流到小程序直接購物，再到分享朋友圈，轉化率高過傳統電商3到5倍。講到香港應用，香港人同大陸旅客都用 WeChat。2025年香港 WeChat Pay 用戶超過500萬，香港品牌賣去內地，為吸引大陸遊客，小程序係最直接嘅跨境電商工具。朋友圈廣告可以精準推俾常去香港或感興趣香港購物嘅大陸用戶，點擊後直達小程序下單，轉化率高達10到20%。2025年香港品牌用 WeChat 小程序加朋友圈廣告，跨境銷售增長200到400%。例如本地美妝、零食、藥妝品牌。小程序內直接下單加 WeChat Pay， 單日 GMV 可達數十萬人民幣。朋友圈廣告用生活化創意，如香港必買清單，點擊率高，轉化成本低。國際借鏡 Starbucks、Louis Vuitton 等用小程序會員加朋友圈廣告，忠誠度同複購率爆升。其實操作步驟超簡單，香港中小網店低門檻借鏡。1. 開 WeChat 公眾號，香港企業可申請海外版，再註冊小程序，用香港公司資料2025已簡化。2. 開發小程序店，用無代碼工具，如有贊、微盟或 Shopify 插件，連 WeChat 幾日搞掂，上架產品加付款。3. 設朋友圈廣告，喺 WeChat Ads Manager 開戶，目標大陸用戶，創意用短視頻加香港直發賣點，直鏈小程序。4. 閉環優化，小程序內加分享朋友圈有道，廣告再 retargeting 睇過但未買嘅用戶。預算初階港紙5萬起，小程序搭建，加朋友圈廣告測試。高轉化值得投資。2025到2026報告，小程序加朋友圈廣告平均轉化率10到20%，ROI 高達5到10倍。香港品牌用呢個模式，大陸訂單增長迅速 ，WeChat Pay 結算即時，現金流超穩。2026年香港網店想做大陸市場 ，WeChat 小程序加朋友圈廣告係最強中國模式，廣告引流加小程序成交加分享傳播，一條龍閉環。下堂講 Pinterest 加 LinkedIn 平台推廣，申請 WeChat 公眾號。或檢查已有，研究1到2個香港品牌嘅 WeChat 小程序，列出佢哋點設計、產品、付款、分享，做完留言分享。多謝收睇第14堂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頻道。下堂見，拜拜。